政府近年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預算案建議撥款2億，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鄉郊旅遊項目發展，推動城鄉共融。譚英姿報導。喺粉嶺站搭小巴，大約10分鐘車程就可以抵達龍躍頭。相較其他位於北都嘅鄉村，呢度相對易去。龍躍頭嘅村入面有唔少文物建築，例如呢間起於1525年嘅松嶺鄧公祠，仲有鄧氏祖宗由錦田移居龍躍頭之後建立嘅老圍。因為多年前呢，大約我諗都20多30年啦，你將我哋有幾個地方啦，包括我哋而家坐嘅祠堂啦，有幾個圍村啦、廟宇啦，咁咧就列咗一個法定古蹟。咁另外咧亦都係成立咗咧全新界第2條嘅文物徑。佢支持喺圍村推廣鄉郊旅遊，振興經濟，但認為需要改善村內配套。我諗主要道路同埋有關嗰啲便民嘅設施啊，包括有啲休息嘅場所啊、涼亭啊之類啦，廁所啊咁樣啦，咁仲有啲道路咧，旅遊事業咧，全世界嚟講咧，我諗都係屬於好賺錢、好實際嘅無煙工業。你唔使有咩資源，你只有啲設施啊、啲人力去做好佢咧，你將你嗰個你有嘅嘢咧提供出嚟，俾人哋嚟參觀、嚟參與、嚟認識，咁咧就自然而然咧，嗰個消費力強咗，經濟會好咗嘅。你睇下條車路咁單程嘅啫嘛，咁你呢啲一人多咁就塞車，咁就好多人會即係唔開心，因為出入好唔方便啊。冇咩嘢讓嗰啲遊客嚟到可以對於本地嘅村民有幫助咯。即係你話會唔會對經濟效益？我呢度都冇人賣嘢嘅，冇鋪頭，乜都冇。有學者認為預算案提出撥款嘅2億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可以用喺改善北都鄉村嘅基建工程。包括咗就係重鋪路面啦、加設路燈等等啦。咁亦都會幫助活化部分有旅遊潛力嘅鄉村嘅。咁當局亦都會放寬村屋個用途限制，包括就係話將村屋咧改裝成餐廳啊，或者旅館啊咁等等。咁我相信呢啲工作係重要嘅，對無論係一方面係有機會係幫助推動旅遊啦，另一方面亦都改善咗即係有關嘅村落或者村民嗰個周邊嗰個生活環境嘅。佢又話，假如太多遊客到訪，可能會難以保存古蹟原貌，要小心平衡承載力同埋到訪人次。廣播新聞網記者譚英姿報導。